而家係關二哥解碼嘅時間，各位朋友，今日最大件事咧就係呢個中國國家主席同美國總統喺呢個韓國嘅釜山會面會談咗1個幾鐘啊，兩國嘅咁啊應該講咧，按照呢個雙方嘅事後嘅講法咧。應該講嘅氣氛仲係良好嘅，啊，比如講呢個習近平咧見咗特朗普咧，就讚佢啊結束咗幾場戰爭啊，努力啊點咁樣啊，呢個習近平呢個特朗普咧又話習近平係好朋友啊乜乜咁樣啊，咁雙方究竟傾成點咧？咁就係。俾我一個印象咧，就係氣氛良好，但係咧就冇徹底解決問題啊，只係治標不治本啊，對呢個雙方嘅問題啊，佢主要就圍繞呢個經貿問題嘅。今次因為特朗普呢個都係呢個商人總統嚟噶嘛啊，咁好似喺事後咧。習近平咧就對呢個據新華社報導啊，習近平咧就話呢個願繼續同特朗普總統一道，為中美關係打下一個穩固嘅基礎，亦為兩國各自發展營造良好嘅環境。佢話咧。兩國經貿團隊就重要嘅經貿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形成咗解決問題嘅共識。雙方團隊要盡快細化，呢啲係中國嘅術語嚟㗎，細化即係話細緻就嚟分類㗎嘛。同埋敲定後續工作，將共識維護好、落實好，以實實在在嘅成果，給中美兩國同世界經濟食下一攞定心丸。佢話經貿應該繼續成為中美關係嘅壓艙石同推進器，而唔係絆腳石同衝突點。雙方應該算大帳，多睇合作帶嚟嘅長遠利益，唔應該陷入互相報復嘅惡性循環。雙方團隊可以繼續以平等、尊重、互惠嘅原則傾落去。不斷壓縮問題清單，並拉長合作嘅清單，係佢好中意講拉清單㗎嘛嚇。咁就講咗一堆嘢咧，都係強調咧要繼續傾啊，先可以解決問題啊。要大家縮窄分歧啊，喺經貿方面嚟合作，咁樣強調呢個啊。咁特朗普咧出嚟講嘅嘢咧，佢就比較簡單啦，冇習近平咧就講好多呢個整個原則啊點，佢就唔係啊，佢就直情呢個直接就會到肉啦，一針到肉咁啦。佢話佢白宮嘅官方嘅戶口咧就發布咗特朗普喺空軍1號嘅語音聲明喎，即係佢上咗飛機就語音聲明。佢話會談結果出爐，就係2小時之前我講嘅呢2點。佢話第一係美國降低咗中國嘅關稅，具體就係將芬太尼從20%降到10%。第二係中國大量採購美國嘅大豆咁講。咁啊呢個如果咁睇咧，就係呢個中國就着數啦。你因為我採購你啲大豆啊，你又減咗我10%嘅稅，減嗰啲稅我已經足夠攞嚟即係做貨款啦，可以買大豆啦嚇。咁啊即係咁佢就呢2點。咁其實咧，講到呢個具體嘅貿易爭端啊乜嘢咧，其實到呢個兩國元首坐埋一齊傾嗰陣時咧，就應該早就已經係基本解決咗㗎啦。然後佢哋先至嚟作為背書下嘅啫，啊咁啊，所以咧
就呢個前幾日咧，就喺中國同美國雙方嘅團隊咧喺馬來西亞嘅吉隆坡進行咗呢個幾日嘅會談嘅談判啊，咁啊即係話據呢個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講咧，佢話中美經貿團隊通過吉隆坡磋商達成幾點成果共識。佢話第一點係咩咧？就美方將取消針對中國商品加徵嘅10%芬太尼關稅。咁啊，第二咧，唔係對中國商品加徵嘅24%對等關稅將繼續暫停1年。中方將相應調整針對美方上述關稅嘅反制措施。雙方同意繼續延長部分關稅排除措施。第二呢，係美國將暫停實施佢喺9月29號公佈嘅出口管制50%穿透性規則1年。咁中方呢，將暫停實施10月9日公佈嘅相關出口管制等措施1年。出口管制10月9號咧，主要就對呢個稀土嘅出口管制啦。搞到呢個特朗普當時跳起嚟，話要加徵100%關稅咁啊嚇。咁佢話將研究細化具體方案。第三條咧就美方將暫停實施對華海事物流同造船業301調查措施1年。美方暫停實施相關措施後，中方也將相應暫停實施針對美方嘅反制措施1年。此外，雙方還就芬太尼禁毒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相關企業個案處理等問題達成共識。雙方進一步確認咗馬德里經貿磋商嘅成果。美方喺投資等領域作出積極承諾，中方將與美方妥善解決 TikTok 相關問題。呢個呢就係中美雙方達成嘅，喺吉隆坡其實就已經達成啦。今日呢就攞上嚟到元首一級，大家冇乜意見，咁就呢個就通過㗎啦，就呢個乜嘢㗎啦嚇。咁問題咧就係睇嚟佢好似咧就將前一輪大家啲爭拗大家互相制裁互相你整我整你嗰啲咧，咁就呢個問題就解決。但係咧細睇落去咧，就根本就冇徹底解決，因為咧佢全部都係暫停1年暫緩1年。呢1年就唔搞你啦，1年後睇你點啦。如果咩咧就照嚟㗎啦咁樣咁即係話咧個問題咧就未徹底解決到咁當然咧就唔可能今日係呢個習普會咧嚟解決嘅，因為喺嗰度喺度呢個大家啲專業團隊、專業貿易團隊傾咗幾日都傾唔掂嗰啲。佢哋兩個咧就唔會話乜嘢嘅，基本上就按照嗰個方案但係咧就可以講咧，今日嘅好處係咩咧？就係咧大家都認為咧冇必要，即係唔係再需要咁樣大家鬥落去，而係要通過談判嚟解決問題認為咧仲係要大家嘅貿易咧仲係要保持，即係冇脫鈎，即係唔係脫鈎，向呢個不脫鈎嘅方向發展咁樣咁但係你話徹底解決問題就冇解決到㗎啦好啦，咁咧就特朗普同呢個習近平嘅會談咧，今日咧其實咧基本上就聚焦於經貿問題咁其實呢個亦係最迫切嘅關係到兩國嘅經濟發展嘅你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話而家你搞到中國咧，因為俾佢加關稅
聽講啊，黃埔港嗰度，上海黃埔港嗰度嗰啲商船啊，停晒喺度啊，大家而且咧好多根本冇生意做。如果145%嘅關稅，你仲做乜鬼出口生意啊？基本上冇。咁所以而家係迫切要解決呢個問題。咁至於其他一啲關於政治嘅問題，關於民主啊、人權啊嗰啲議題咧，以前咧都係兩國領導人會談中咧少不了嘅因為美國總統佢作為呢個美國嘅領導人咧，佢一定要提呢啲嘢嘅佢呢個例牌要提㗎嘛咁中國咧就亦係咧一定要提台灣問題因為認為係利益中嘅利益。佢其實中國好呢個即係非常心知肚明，就係台灣嘅問題其實就係中美兩國之間嘅問題嚟嘅，要喺中美兩國嚟解決嘅就係台灣，所以每次都提。但係今次好奇怪喎，今次如果按照目前透露出嚟嘅，即係官方透露出嚟嘅資料咧，就雙方係冇提到台灣問題喎，完全冇提到台灣問題所以咧台灣嘅外交部長林佳龍咧就好開心啦佢話強調對美台關係有信心。佢話外交部正密切關注美中會談，台美關係建立喺台灣關係法6項保證，對此有信心。佢認為呢個台灣美國會即係除咗執行呢個中美幾個聯合公佈之外咧，仲會對即係恪守台灣關係法等一系列，即係保護呢個台灣嘅法規法律咁佢表示有信心。特別咧，佢今次中國同美國之間冇傾到呢個問題咧，佢就有信心啦。咁另一方面咧，對香港嚟講咧，大家即係各界比較關注就係呢個黎智英問題因為一直咧就特朗普咧都話要喺同習近平見面嘅時候要提出要解決黎智英嘅問題。咁咧加上黎智英個仔咧就去美國，就最近去美國就提出咧，佢話佢爸爸而家咧就身體即係坐咗1000幾日監啦，身體相當有問題，健康非常嚴重嘅問題，隨時有生命危險咁希望咧就美國嚟幫佢哋。咁美國參議院一批參議員咧，唔係淨係參議院，國會參眾兩院嘅議員，跨黨派嘅議員就聯署俾呢個特朗普，要求佢咧呢個喺習普會嗰陣時咧就提出應該關注黎智英嘅案件，仲爭取釋放黎智英。佢話咁咧，特朗普咧就喺佢空軍1號受訪嘅時咧就話美國參議員嘅聯署要求咧，佢睇到咗啦佢話對呢啲議員嘅意見係非常尊重嘅。佢話我已經喺我嘅清單上啦，我談判同習近平傾嘅時候咧會提出呢件事咁講。點知咧就即係到目前為止，按佢哋公開出嚟嘅資料咧，就提都冇提到黎智英嘅問題咁就更遑論話引起爭議啦都冇提到一個台灣問題，可能就中國就唔提出台灣冇提出對台灣問題，佢又費事提呢個黎智英問題啦咁就呢個可能就令黎智英的家人就好失望啦咁其實咧呢個一個咧就反映呢個特朗普咧就唔同美國歷屆總統
即係對嗰啲人權啊，對乜嘢嗰啲嗰啲理念啊，咁呢個咁即係特別呢個乜嘢嘅啊？對人權啊各方面嘅理念特別堅持嘅，唔係好似佢哋咁。佢係一個商人，只要係會讓美國偉大起嚟，等美國可以賺到錢做生意，唔好乜嘢咁樣，即係就傾呢啲嘢嘅啫。另外一個咧就可能咧就大家今日咧就雙方咧都希望保持一個比較好氣氛，因為係兩國元首係6年前見過之後，今次再見啦。呢6年咧就發生咗好多事㗎啦咁啊，大家希望今次再見咧就可以有一個良好氣氛，所以大家冇提到仲有件事喎，特朗普就唔知抽去邊條筋喎。佢喺呢個同習近平會談之前咧，佢突然下令國防部，而家叫戰爭部啦進行核武器試驗喎進行核武器試驗喎。突然就美國呢個核試驗已經停咗好多年㗎，幾個核大國都係咁佢居然而家突然乜嘢喎？可能咧佢就見到呢個北韓俄羅斯成日都提出核訛詐揮舞核嘅呢個旗幟喺度廿文廿武，佢頂唔順，佢下令核試驗咁哇！呢個美國恢復核試驗就唔係人咁品㗎啦咁所以咧，習近平咧就喺會談嗰度咧就提出啦，敦促未係會談中國外交部就係喺今日咧就敦促美國認真尊重國際核試驗嘅禁令，話你要尊重你遵守你唔可以乜嘢㗎咁。好啦，關於呢個習普會咧就係咁啦，講咗咁多啦。總嘅嚟講咧就傾好過唔傾即係起碼有個氣氛，即係大家咧有個意願咁樣即係都想解決問題嘅願景提出咗亦咧就暫時咧就延緩咗呢個衝突爆發嘅爆發，延緩咗，起碼就咁，但係咧就總嘅嚟講咧就冇解決到，冇實質或者徹底解決到問題我講翻國內，近年咧中國啲大陸咧就廣招呢個外國留學生，大批咧就喺非洲嚟嘅黑人留學生，咁即係甚至有啲學校咧就揾女生同佢陪讀乜嘢咁，搞到呢好多醜聞。咁今次咧呢個有一間大學叫做三峽大學，應該係武漢嘅三峽大學，喺湖北嘅應該。咁佢咧就發生件咩事咧？哇！喺10月25號，即係今個禮拜初，就有一個黑人留學生，居然摸咗入到女生宿舍攬住一個女生，就想呢個實施呢個即係性侵希望咁個女生咧就堅決拼命咁樣呢個反抗，然後叫阿姨，佢因為啲女生宿舍咧有啲管理員佢哋叫做阿姨，叫阿姨咁樣叫咁咧，然後咧個阿姨咧就報咗警，咁一聽報警，啲警察嚟之前咧，個黑人留學生就砰一聲走咗啦走咗，咁直到咧而家咧都未拉到佢咁而家咧就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後咧，佢學校啲師生先話，今次唔係第一次㗎啦呢個黑人留學生咧就成日咁走入啲女生宿舍嚟夾硬嚟嘅咁但係咧學校咧佢認為咧校方一直喺度包庇縱容佢哋所以引起咗民憤以色列同中國嘅關係咧，就隨着呢個
中國咧喺以伊戰爭同埋呢個以哈戰爭嘅當中，呢個站隊站喺伊朗一邊，站喺巴勒斯坦一邊。早幾日呢個王毅接見呢個各國駐華嘅大使代辦咧，咁嘅時候咧，同呢個巴勒斯坦嘅臨時代辦咧就握手，仲話我哋堅決支持你哋，仲係咁樣表態而且佢上次咧就叫晒嗰啲哈馬斯嘅各個派系嘅領袖，全部喺北京見佢哋希望佢哋團結起嚟一齊共同嚟捍衛巴勒斯坦嘅民族嘅利益咁樣開一次見面會。結果後來呢班人翻去全部都被斬首死晒啦，而家都咁咧，因為係咁咧，就以色列同中國嘅關係咧就急劇嗰種友好關係就急劇下降啦咁以色列最近咧就決定將中國列為高風險嘅國家，而且咧要驅逐中國勞工喺以色列工作嘅中國勞工。中國勞工咧就喺以色列咧就係佔呢個外國勞工嘅比例係相當大嘅因為中國以色列嘅尤其係建築業長期依賴中國嘅勞工嘅，呢啲工人咧填補咗當地勞動力嘅缺口，支撐住基礎建設嘅發展，咁亦為呢個中國咧賺咗好多外匯咁但係咧你而家中國咁樣嘅關係，所以咧就驅逐咁但係呢個因為咧咁樣驅逐咧就不但係淨係呢個影響呢個中國嘅外匯收入嘅問題，或者係即係本來解決咗好多就業噶嘛即係唔係淨係呢個影響呢方面，而係咧就影響兩國嘅總體嘅關係當然咧，以色列咁樣做咧，除咗係對中國對呢個巴勒斯坦對哈馬斯同伊朗嘅支持之外咧，仲有咧佢本身以色列咧亦係呢個作為呢個美國嘅兄弟嚟嘅即係最友好嘅國家嚟嘅喺中東，而且係中東嘅區域嘅霸主嚟㗎嘛咁你而家咁做咧，佢即係美國同中國即係關係轉差，就必然就作出咁樣嘅決定㗎啦咁樣嘅做法咧，即係因為中國同以色列咧係重要嘅貿易夥伴嚟嘅，佢嘅大家貿易額咧達到年貿易額達到200億美元咁犀利嘅咁你如果係中國見到以色列咁做咧，趕佢勞工咧，會唔會有啲反制措施咧尤其喺中國買佢好多產品噶嘛，好多科技產品咁樣會唔會係喺呢方面咧嚟杯葛翻佢咧？咁就要睇睇嘅事態發展啦咁就好啦。今日咧就關二哥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